市民信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信声》节目。原本咱台湾是COVID-19 防疫的模范生啊，但是呢，自5月份这个疫情爆发了后，到今嘛呢，已经有16000多人染疫，800多人不幸的死亡。好，那么呢，当然受到冲击的这个产业嘛，真正是非常的多。好虽然伫7月底的时阵呢，咱的疫情警戒有降到2级啦吼，但是呢，有一个行业陆续伫咧恢复营业，不过呢，有一个行业也是禁止营业。好，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民意代表、甲业者的代表，甲咱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伙来探讨。今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前台南市议员李文正李议员，欢迎你。咱的市民乡亲大家好。欢迎你。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的理事长曾正义理事长。市民信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您两位好。好，咱一开始要先来请教我们的这个前市议员李文正李议员其实李议员好生李启为嘛做议员，所以领导真正是真正的那种一人当选2人服务的啦尤其我们李议员真的是当议员这么久了其实伊的经验的传承各位今嘛佫继续其实你交通我感觉走比这个启为佫较认真啦所以其实呢，我们知道李议员呢，在这个基层听到很多民众真正的市民的心声。所以这改疫情呢，到底对咱的市民朋友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对台湾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造成影响。就你看到伫咱台湾市的部分，恁这市民、恁这里民、选民呢，到底是遭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先给咱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我想迄个咱冲击上严重的就是服务业啦。服务业，尤其是咱这的生理，做生理的。对。所以。这个咱有希望讲，这个政府因为咱当然防疫足重要，当然因为台湾人大家拢有足守法的，对，自我管理，大家拢有做甲足好，是对无唔对。所以呢，这个咱有当时你行了过度有一寡这的各行各业，你若像讲大家若无做生意，大家若无趁钱，这个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出来咧，对，你政府咱咧讲要甲补助这个有有限啦，这个咱台湾人咱拢足骨力的对，台湾人拢足认真足拍拼呀，伊讲我来谈较紧所以这波的这个疫情咱即马安尼甲看已经有得到控制。这款的一个现象啦，对，像今仔日一个嘛，迄2日嘛，滚啊，你拢家人嘛，对，所以咱安尼甲看的时阵，就是讲，我希望这个政府有当时一寡行业，这个各行各业，咱应该会当去再分有较大的一个空间，恢复这款的一个正常的这个营业啦，就是讲。伫这个管理，你也像讲咱有量耳温啦，还是实名制啦，还是讲的时阵业者地方咱会当家己安尼做一个自主的这个管理，配合这个中央的这款的规范，安尼会当有一个平衡点啦。我知影即马足侪行业有当时站袂掉咧，足艰苦啊。对，头我你讲的讲。因为咱伫基站咱这一寡手面探食，你像讲展档的，伊一间这个舞厅，一间娱乐事业，足侪人伊嘛爱靠这个营业来食饭咧。对。伊若无开的时阵，足侪家庭伊的生活就会困难。即马咱生活困难的这个中间有当时这个社会问题有当时惊伊讲会颠倒去较严重，所以咱这个防疫足重要，但是咱有袂使讲过度啦，有爱适度会当得到一个平衡，大家会当有一个，我无一定讲我赚足侪钱
吼，但是我上届即我会当有一个工课，我有一个收入，来维持我的家庭的一个生活。对对。无，这有哪足严重呢？嘿，这是我的看法啦。对对对，所以就是李议员伫基层听到的声音，尤其对服务业的冲击比较大吼。对，因为之前咱个餐厅个拢袂当去遐用餐嘛，袂当内用啊。对对，然后都外带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在那种有点半休业的状态，或甚至有的很多店都倒掉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曾董，曾董是万象舞厅的老板，然后在特种行业这方面我想因为咱今摆疫情降为2级，那其他的餐饮业可能陆陆续续都可以开放，安尼大家讲讲当等于假头咯，给他们探瓜级，对不对？维持生计。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特种行业从之前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都没营业。所以曾董，你看，咱甲大家讲一下即马就是讲伫特种行业这部分，到底呢，你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看的状况是安怎？到即马自咱5月15呢，停业到即马已经3个多月啊。对。差不多3个半月。是。因为这个停业呢，引起着我所有内底员工，大家经济非常的艰苦。因为阮这个员工呢，已经对伫阮这个公司拢20-30年，我对少年一直大到即马有做工啊，拢上少对我10几档。是。你看像伊迄种少年呢，将伊的这个青春，因为当时你交不成地不少嘛，伊为着讲，这个家庭环境，你若讲因的这个行业无交不成地不少，拢食1万块头、2-3万头。可能在伊家庭呢，伊无法度，伊是这个家庭，所以当时经济好的时阵，舞厅生意，甲这个这特种行业，这俄罗斯业，当时经济好的时阵，生意是袂歹。袂歹呢，因为到这个咱这个政府呢，一届这对这个80年呢。这个有这个8大行业，这个所谓的这个8大行业，事实讲，因为当时，咱台湾一寡这比如三温暖也好，利用也好，做者种这个，比如我舞厅也好，拢发生着火警，消失非常的侪人，所以当时的行政院长，咱这年前的行政院长呢，伊较用来设立是8大行业。公共安全检查，对，所以这个8大行业的由来就对遮来，到这个83-4年呢，因为当时经济好呢，愈开愈侪，比如讲我较早万象舞厅，我85年就开舞厅，这个比如讲85年来讲，迄阵会使讲到民国这个。伊这个有这个商业土地分区的问题，所以迄阵了到民国这个85年的时阵，规格是非常严，这个咱个消防设备啥种种检查非常严，所以来这伫这个毋是商业区的遮，拢无法度生存，经关起来。当时若讲这个俄罗斯业。生意真好做，但是因为生意愈来愈竞争呢，你比如讲，伊生意歹，爱个拼价，比如讲酒，迄个酒来讲，阮以早舞厅也好，卖一罐洋酒，会当趁一罐，卖一罐趁一罐，卖一罐趁一罐。后来咧？后来呢，即马一罐要趁200块都无法度，咱人家拢家炸入来，咱家炸入来，比如阮遮若无要炸入来来讲。伊讲咱北京会当炸，是咱阮遮袂当炸，安尼。所以因为阮这个舞厅业甲酒店无共，尤其阮这个舞厅呢无生产线，毋是讲像餐厅啊啥种，拢为了无生产线。因遮的少爷靠啥物货？靠人客消费，人客若欢喜，伊就消费互你；无欢喜，伊就无互你。所以少爷收入。伊是靠消费，来阮公司的收入呢，靠啥物货呢？靠小价，因为阮舞厅，有这个小价，会当坐台安尼，
啊，坐台因为阮舞厅是，比如讲，阮内底有咯 KTV， 啊，人客有诶较高层诶、较高级诶人客，因为阮舞厅是用设备，所以比较讲，阮合法诶舞厅是讲，阮甲一个舞厅开落去爱开上亿诶，爱投资上亿了，爱投资拢开上亿诶，啊，你甲想，你即个情形，干若阮诶即个，阮即个舞厅来讲，阮有咧 KTV， 有来办，即个伊即个水宁歌唱，伊即拢爱办馆嘛，我办馆一个月办馆了20几万，啊，伊小姐客人客坐台，啊，人个坐台呢1点钟，咱台南，莫以我都毋知，咱台南是600，600来讲，伊标阮公司200块，啊200这200，较有阮业者啊甲代班，因为阮舞厅呢，毋是像讲酒店有经纪人，啊，因为阮舞厅是代班制度，啊代班制度呢，因为阮舞厅阮这业者，因为阮本身，毋是小姐，毋是阮去应征啊是安那，是因代班，所以以早有一句话讲，请大班最后的一页。有一部电影，就是电影，有请大班最后一页，啊，这代班伊甲阮公司，因为这代班伊若认真来讲，有客门，伊的小姐较济，啊，伊读的较济安尼，啊，即马因为对这个旧年呢，旧年这个4月初9有发生这个疫情呢，啊，咱中央来禁掉这个咱全省。遮所有的酒店、甲 KTV， 这个情形呢，互经济也较严重。本来，阮公司呢，小姐阁200几个。我拄则讲，比如阮的收入，阮公司收入靠小姐，交伊的台费1点钟200块尔呢。啊，我甲代班，大家来对抽安尼。对。啊，阮的开销一日非常。非常的济安尼，所以会使讲所赚的也要到偌济钱，干若要回收非常慢。到去年4月初9，咱中央呢来禁阮遮舞厅、酒店，本来阮有200几个小姐，叫禁这遮小姐呢，从啊走啊，每收经过一个月零9日，阮6都就是阮台南万象舞厅。开第一间啊呢，迄阵到即马，到今年的5月15，今到即马呢，小姐剩无100个，减一半了，减一半加，非常的可怜。阮这旧年呢，会使讲拢袂趁钱，拢了钱，所以我咧报这个我咧财报我了钱，啊了钱无要紧，这个阮公司咧是讲我嘛是爱。因为这人爱生活，小姐含这个员工相像，含这小孩相像，因若像搞不成地府教，因为比如讲，为着拢一寡迄个单亲的家庭，啊，甲有诶因厝里经济较歹，比如讲我内底这个小姐，真正有时啊，我内面咧聊天的时阵，伊讲你是啊，帮你妈妈咧卖菜，啊，下晡时啊。较来上班啊呢，啊，所以是讲，阮这个合法的舞厅，阮从来唔通做色情的，因为这个色情的行业，就是讲，阮旧年200几小姐禁一个，这小姐伊爱生存，小姐会当走，啊，阮这少爷走无路，又是安那呢？因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因主要。伊来的就是讲，伫阮这个行业才生存，但是既然叫禁制，这员工无当走，啊，所以这员工呢，大家拢叫苦连天，啊，有诶去打工，佮也无当生存，即摆在旧年的代志，啊，这小姐伊会当走，伊会当走去一寡，比如讲地下的啦，才有要来食，所以较会引起今年2月。咱这个阿公店事件，
哦，你今仔日你政府来讲，个好啊管理，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制度出来。哦，因为可能中央伊无了解讲，我这个行业的生态，尤其呢，这个下坡呢，这店家呢，下坡的店家会使讲政府管理作严，因为阮所有的小姐，拢要做名册，拢有名册要有分局。哦，啊，佮来员工有哪无名册有这个分局安尼，哦，啊，常常咧临检，啊是安怎？哦，较会人今年人家拢创起这个，哦，这一寡只较无咧临检的所在，因为因袂临检嘛。阮遐会使讲下坡咧，会使来像阮母厅啦吼，逐工的临检，对去年8月临检啊到今年的5月14。会使逐工咧临检，啊5月15我停业，你也看卖啊，足歹经营为了临检，但临检阮是无反对，哦，因为这为着治安，哦，所以伊这临检呢，阮无反对安尼。所以你是搞疫情搞今嘛，恁内底一寡就是小姐也走了一半，然后那些少爷可能就是临时去打工，然后但是赚的钱无济，就是家计方面还是都会有问题就对了。我遐小孩来讲啦吼。因为我有人甲问，吼，你哪会过袂？伊讲当然，啊，我袂过要甲三讲，吼，啊，所以，吼，即个本身我嘛有摕，我家己有也知影嘛。甲我嘛相像安尼，拢含小孩等于拢生理期进嘛，拢相像安尼。所以因的苦，吼，我嘛知影。但是我要甲小孩讲一句话，你的苦我拢知，但是阮业者比恁较苦。吼，因为阮每个月的即个租金。哦，租金，哦，地主伊所讲的有理，伊讲的钱我恁金的，毋是我恁金的，哦，所以人地主咧讲有理，所以伊拢完全无降租金，无降租金，也无拍钱，拢总无。啊，但是我嘛是无法度，像讲伊讲有理，政府今年卖开的，毋是讲今年卖开的，哦，啊，我嘛出紧价咧，嘛是爱，哦，啊，旧年是还佫无要紧，哦，旧年是讲啊，今一个月到日尔，哦，啊个在。阮拢收法，哦，阮伊旧年咧，我拄则有讲过，讲啊个即个200几小姐，好减一个月连到你200几个，剩好90个，有才80几个啊，非常的凄惨。哦，啊像即个情形咧，你今年哦会安怎啊发生这阿公店事件？哦，你政府是讲即个管理甲这制度的问题，我知。这疫情的这个破口，到底对倒位啦？因为我袂专家，我袂专业，哦，我也袂当直接咧胡白讲安尼，哦，所以我希望讲，哦，咱政府对这合法的，爱好好啊，有这合法的，有一个生存。是。对，所以就是讲对业者来讲啦吼，因为虽然讲大家认为讲因趁足济，但是事实上因的开销嘛是足大，吼啊，所以安尼算起来吼，就是讲要赚的钱嘛无足济啊，结果即嘛就是讲变成他们不能营业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有蛮大的一个损失啦。所以呢，咱知影讲，因为安尼第一日前呢就成立了这个台南市的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当天成立的情形的新闻报道。要工作，要工作，要生存，要生存。3个月没薪水，3个月没薪水。舞厅以及娱乐事业等相关业者发出因的声声，表示已经3个月无工课，强要无法度生存落去。为了会当将因的声声被听到，台南万象舞厅号召 KTV、游艺场、酒吧等相关业者。成立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希望中央政府重视因的生存权。这3个月没有薪水，那只能靠借钱过日子这样子啊。因为我本身自己还有车贷、房贷要缴，那所以生活真的很艰苦。阮拼上的啦，啊，一世人做到老啊，真种无做也袂使啊，我无3个月无做啊，无钱啊，无赚就无钱通生存啦。吼啊，拜托政府，拜托，吼啊，紧开放一下，阮大家有钱通赚。阮遮所有。这大家，阮这员工，哦，阮这同事，大家也真可怜，安尼，哦，我希望讲，咱中央既然，哦，台南市有50日已经无这疫情，我希望讲，中央会当听到阮的声音，哦，紧来想一个办法，哦，比如讲，互咱地方政府落来，
伊来管理。比如讲，有某某舞厅，伊有点就有染疫到来讲，迄间咧，看要甲停2礼拜1个月，迄拢无要紧。你安尼全面拢做禁落，你也看卖啊？甲单独，阮即间万昌娱乐事业、万昌娱乐舞厅咧，甲阮遮人员头200几个，要300个。搁再来，阮是有一个即社会责任，因为我有来顾着讲，阮遮所有200-300口罩会去个家庭的生活，所以我一只希望讲，咱中央会当听着阮遮大家的即个心声。成立大会即天，真侪明代贵宾以及地方士绅拢到场收听。现场会当看到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安平开泰体育奖主委罗友礼、西来安名誉董事长肖志光、副董事长林祖云、议会秘书室主任颜成奇、议员罗坤福、柯志春、詹信凯、吴宇环以及促进会侪侪会员一同出席节目。3、2、1，你跑！议员柯志春表示，业者配合防疫停业3个月，但在防疫的前提之下，嘛要照顾到业者的生存权。我们今天停了3个月，我们的民生生计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我们的纾困美意，但是我们的纾困，我们能如意吗？大家都心里很闷，大家为了就是一个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行政单位，我们防疫的重要，但是我们希望在行政单位讨论业者的这样的适当的开放，绝对拜托，不要把我们娱乐事业的相关的这些行业不要污名化。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创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政府一度要求合法登记的舞厅、酒店停业。当时停业1个半月，真侪店内小姐为了生存，煞留入无登记的小食部。等到舞厅复业，小姐已经真困难找回来，反倒演变成关了合法事业，帮助着非法营业的情事发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哇好，所以迄是东港成立的情形，所以真董咱知影讲，恁成立这个促进会啊，主要就希望要甲政府讲一寡恁的诉求嘛。恁主要的诉求，敢会当去甲恁的观众说明一下？阮主要这个诉求因为就是讲，阮爱有这个工作权，阮爱生存，但是因为呢，阮现在成立这促进会，就是讲，阮无这个一个社团，让这个政府无当听见阮的声音，阮也无法度，所以台湾紧为着遮大家生存，我来成立这个社团安尼，来就是讲，你政府咧管禁遮尔久，因为台南市到即马已经2个多月无疫情，无要紧，你像伊山北都疫情，迄无要紧，你要哪讲来，互阮遮合法的，有一个讲，比如讲，阮公司，阮头前为了热项羽，热项羽，佮有时佫兼有备着一个，咱个即个体温器，佮来入去一定爱，挂口罩，甲即个，阮有用酒精，互人个消毒。来呢，阮佫有一个熟人数，从去年疫情了，阮开放了，阮拢遵照政府即个熟人数，阮一直实施到今年解禁，包括阮这单出入口，阮也拢有做，阮后壁并无使用，阮这里啊标准，阮毋讲做优秀，这标准的一个店家，你政府你完全无了解，有合法的你来禁，你来非法的这你毋知影，所谓非法的，甲警察人员伊上知，警察人员也真艰苦，是讲，因为讲伊这个7月27，伊来开放遐这行业，是讲，种种有一寡讲含这个，阮这个行业讲起来可能比阮这个行业较严重，伊毋知影照常开放，个开放无要紧，但拢为着生存，拄则咱这个
阮8月17呢，阮这个促进会这相信大家拢有看到，就是讲阮内底成员，唔尔少爷、小姐，阮内底有80个员工，大家拢叫阮公司20几档，上这个10几档，佮再来后计程车司机，阮这计程车有一个车队，伊若伫阮这公司呢嘛成立，阮若伫遐生存20几档啊，就有阮这万象舞厅，为做这种少年家开车，对阮万象舞厅咧走安尼，佮来后拍车阿弟啊，所以呢，种种，咱政府你若讲，用一个 SOP， 更较严的我拢会遵守。你完全毋是2礼拜，搁再2礼拜，2礼拜搁再2礼拜。对啊，所以对你来讲就先困了哈。那我也请教李议员，咱都讲冇听到，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促进会它成立就是希望可以让政府听见他们的声音啊。但是可能民众会感觉讲，哇，那有一开始这个疫情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阿公店啊、茶室，然后去年在高雄有舞厅等等的事件发生，民众会欢乐。爱欢乐鸡哈康，也加因的讲，他们其实很严格的做好自己防疫的把关嘛。那呢，就你认为的话，你怎么来看？是生存权重要，还是说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来取得平衡呢？这个有点难。是的哈，舞厅嘛是一个公共场所啦，啊，公园嘛是公共场所啦。啊，你有当时啊市场啦，还是讲大卖场啦，其实啊，你像夜市啊，拢同款嘛。所以咱人无可能无活动嘛。对。所以咱即马就是讲，甲即个舞厅那阵啊讲什么8大行业，大概展档的有讲啊。因为我长期我伫即个议会啊，是讲基站我今仔日会来啦我就是有那要听因讲2句啊话啦。因还无我这海议员也无做，即摆客位咧做，即摆客位咧伊就咧服务。做些议员唔敢讲啊。这安那呢？大概展档讲82年嘛，1993嘛。你即个当初时啊，因为咱知影讲迄个建材拢是美利亚邦啊，迄阵你家己你政府你无甲人讲迄个做个人防火做好势啊。结果你怎啊甲这个行业你怎啊甲讲是啥物8大行业？我讲这个行业只有是属农工商尔。哪有这啥8大行业咧？你敢毋讲9大行业、10大行业？你甲政治有哪讲有哪是9大行业？特种行业非常特别的。我讲有当时啊因虽然讲安尼，大家趁食真辛苦，啊，毋过有当时啊，人因嘛是安尼光明正大趁钱啊，大家欢喜甘愿啊。啊，你这个社会，咱若无娱乐，有当时啊，若无一个休闲，你要安怎会当？有当时啊，就是讲舒压嘛。所以咱知影伫日本啊，伊个居酒屋啊，咱下班了，大家主管招咧去啉一个烧酒，唱一个歌。大家安尼一天快乐，你也看人的文化是安尼，迄是一个咱结果咱甲遮一寡即马公园嘛咧跳舞啊，活动中心嘛咧跳舞啊，即马说咱嘛舞蹈委员会啊，所以这跳舞啊，这是一种的社交，一种的礼仪，一种的运动，外国你也看人拢嘛 party， 拢嘛舞会啊，结果咱。还去甲讲啥物？所以有当时啊，咱根本咱对时代袂着嘛。头拄展档的有讲啊，你像讲咱大家安尼光明正大，我趁2针钱啊服务费，大家欢喜，我少爷有小费通趁，我即个小姐我嘛有即个钱通趁，我来开钱的人我嘛欢喜，因一个月爱缴我10万的税金呢，20几万啊！你有当时啊，你像讲这公务人员领的薪水是对你来呢，结果你即摆你也讲因袂当做因8大行业，那怎啊做大恶极？即款的这个观念嘛，这是唔对的啦。其实即摆大家去舞厅，大家快乐啊、欢喜啊，我当市长我有钱啊，安尼经济唔才会流通，唔才会开店，唔才像迄活水安尼。结果你即摆死定定啦，大家。钱拢摕咧，钱好野人即摆你要开嘛无当开啊！这对咱的经济来讲有若无好啦，尤其是特别这个手面趁车的，大家做生意的，餐厅啦，还是讲这一寡安尼迄个小生意的啦，因为当时变做讲因这你有钱，
大家嘛开无路吼。所以啊，这个八大行业吼，这个已经是无下这个时代啊嘛，这早来废掉啊。吼，咱知影讲职业，咱读册甲咱教讲职业无分贵贱啊。吼，我来扣你做，我嘛是一个足高贵的职业啊。吼，啊，我今仔伫舞厅咧上班咧服务，我今仔日的时阵，我来带互人快乐，吼，带互人快乐，个免疫力的提高呢。吼，啊，你即马大家关咧啊，大家郁卒啊，吼，啊你大家关咧，怎啊变做怎啊得忧郁症啊，吼，啊怎啊即个抵抗咱身体怎啊颠倒无好啊，吼，所以我讲吼，像讲迄运动啦，吼，啊你着爱出来和人开讲啦。吼，啊！你大家咱都有呐遵照政府的规定，吼，防疫的规定。对，我想讲这安尼吼，这是一个好的，吼，安尼大家吼，这个社会才会吼，啊无你讲好防疫啊，这嘛结果大家产生生活问题，这嘛是假力的。对，所以议员讲的没错啦，这个职业不分贵贱。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是合法的营业，对，没什么问题，做好防疫没什么问题。因为如果说你合法的，没做了，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待会要探讨，就是说，他转到私底下这样子做更难管，对不对？好，那我们针对这个促进会的成立啊，因为他们争生存嘛，争工作权，所以当天其实市长黄伟哲也有去进行受证。那我们来看一下市长怎么说。台南市俄罗斯亚权益促进会伫结束上午甲拜典礼后，第二个行程便是前往北区的总理餐厅聚餐，和会员朋友互相认识、联络感情。台南市长黄伟哲伫结束无用的市政行程后，随即来到参会现场，为所有的会员受证。对着俄罗相关业者的声声，黄市长表示会将因的诉求早去中央去演议。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因为必须要关闭，那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辛苦。那希望在解封之后，那他们也有这个要恢复开放的心声。我们会把他们的意见，还有一些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跟中央政府反映。这个是全国性一致的事情。我们希望说。这个疫后这个各行各业有一些要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况，我们予以尊重。那也希望说中央会考量。台南市俄罗斯亚权益促进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创会宗旨是要结合俄罗的行业，争取工作权益，并促进俄罗发展，健全合法经营等目的。嘛，欢迎台南市从事俄罗相关事业的朋友，做伙加入促进会这个大家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所以其实这个促进会啦，市长也是有认同有领导才可以改定这修剪嘛，所以这个娱乐事业存在是有它的必要性另外咱知影讲曾董其实前几天发生一件不幸的代志就是有一位舞厅的小姐，然后她好像就是因为被人家逼债没工作还钱等等，然后造成说哇她喝酒啊，然后又吃药，就不幸身亡这件代志敢是会当甲咱的观众朋友小可说明一下。因为无头路。搁再因囡仔伊有生2个，一个16岁，一个7岁，伊无能力了饲这个囡仔咧，无能饲这个，所以这2个囡仔来寄因妈妈饲。你因妈妈饲，因妈妈家境也足歹，因妈妈有时也无钱咱买菜，食泡面，我迄讲亲身看的，真正拢买一大堆泡面伫遐咧食，了因妈妈甲我讲，我嘛知影讲，伊要过往的时阵。因一个是8月16，8月16呢，伊这个租厝的所在，来伊为着生活袂过，来因妈妈呢，有人讲，阿某人你这个囡仔寄伫我遮抚养费，你嘛个爱加减付啊，无妈妈嘛无钱人甲你饲这囡仔安尼，所以有这话是这个厝主房东甲我讲的。所以我嘛甲这个
这个小姐的妈妈讲，吼，我嘛知影讲，恁吼用用树种的，吼，啥物树葬呢？吼，佮乌一个土，这个环保袋底咧，吼，骨头底咧，大带落去安尼，尘归尘，土归土安尼。哦，过来就是讲，因妈妈我讲，个塔位上盖俗的7万，伊靠一个7万人迄，伊要食饭个无钱就对啦。哦，佮再厝主有若讲，或者厝主也真好，哦，讲伊厝水钱莫摕，但是伊的水电伊嘛是爱纳，所以因弟弟因妈妈咧伫遐咧讲啊，还着等咧吼。即个房东伊伫咧讲啊，上少你个即个水电我无要紧，即个水电吼，我毋看偌济讲12000，吼，阮话摕12000块去啊，吼，我讲无要紧，你12000咧，吼，由阮这促进会吼来甲你处理安尼，吼，啊，佮来就是讲，过日阮佮有去因兜吼，即个慰问金安尼，吼，啊，伊即个小姐咧，伊当时个食药啊，食药了，有这药啊食落去咧。为着要较紧诶，伊所以搁再搁啉酒，伊啉酒咧，足艰苦时阵，可能站袂掉是安啦，有泡因这情妇，哦，因这情妇咧，怎啊拼来，哦，拼来时阵含厝主咧，怎啊政府拍电话哦，即个派出所，叫阮也拢总来，怎啊送即个病院，哦，伊8月16哦来发生即个代志。到即个8月24号，哦，伫即个某某病院较来往生，你也看觅，伊8月24号往生，8月26号过来用树葬的3000块人生的路途，为着即个咱政府呢来动这行业，伊无当生存，哦，这囡仔也无当生活，因妈妈也无当生活。吼，你今仔你嘛讲，我这项目咧，吼，这 SOP 做好，吼，反有一个讲，吼，要安怎做？你个若无合法抓着，你要停1礼拜、2礼拜，顾出你停无要紧。或是安怎？用保险公司也好，大型的这个，伊这大型的这个，这个餐厅啊，嘛，伊保险公司较大型的大卖场，是安怎？因后人去，然后这个有人经过呢？我是迄，伊就停一工爱消毒的，吼，就无代志个当营业。啊，足无公平的，就是讲，阮前旧年是安怎，伊甲阮停，吼，因为就是讲，高雄某一个舞厅有一个台商伫大陆转来，有染疫，吼，伊染疫呢，去个某某舞厅，爱这疫情，伊这染疫这嘛是迄个小姐讲出来。到这时，到听讲舞厅有人有染疫到，小姐嘛并无，哦啊，所以你今仔日来检查我这合法咧，引起毋了这个小姐，我所知影呢，高雄港时常有咧跳人，有人咧自杀，哦，但是这个原因到底啥物？媒体也毋知，这件若毋是讲我甲某某媒体，哦。啊，去因兜访问，嘛因兜啊人有人毋敢讲，因为歹势，哦，毋敢讲安尼，哦。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曾董跟我们讲，还有媒体报道这个案例啦哈，那就是说，不管说他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赚多少钱，但是也闲话的时候面临的真的是背债务有问题，所以逼得他没有工作的话，他就变成说选择走上这样的路啊，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我不要这样子，但是呢，我真正是无头路嘛，无开红，所以我的选择往私的方面，私底下地下化，互恁掠无，我就家己私自嘛，但是安尼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防疫漏洞，是不是一个问题呢？我们请教李议员。这个咱即马吼，因为其实即马各行各业啦吼，即马拢足公开、足透明。这鸭卵壳板嘛有芳，我倒搭咧做乌的，倒会搭什么店，迄个讲，迄个毋捌食猪肉嘛，捌看过猪行路啊，所以咱即马即个头拄我有讲过，就是讲即个各行各业啊，因拢是非常的新鲜啦，你像讲今仔日
不管任何倒一个行业，吼，因拢足辛苦的，吼，咱袂使讲啥物，搁一个八大行业，吼，你啊像迄剃头的，迄有辛苦无？吼，剃头店迄有当啊徛，迄租囡仔吼，伫迄个加头毛伫吼，你任何的即款的即个行业吼，你若想讲，甲想对歪的去，你逐个行业嘛有问题啊，吼，所以呢，即个咱政府咱应该咱就爱互伊安尼，吼，咱就爱正面甲因看待啦，吼，逐个即个士农工商嘛，吼，逐个安尼，迄个有一个头路，有一个生理，吼，逐个趁钱来缴税。吼，即个问题所有拢台面化，吼，你今仔日若是讲违反什么款的法律，吼，你著违反色情，吼，还是讲违反什么食酒酒驾，吼，还是讲违反什么款的相关的即个法律，相拍冤家，因为咱的法律千外万条啊，对无？伊都要付出代价啊，吼，你倒种行业，也毋是干那讲伊即种行业跳舞，有当时会伫遐口角伫遐，有当时凡是餐厅食饭食咧啉酒一个，有当时逐个嘛伫遐大细声，有当时嘛冤家娘济。对。所以你若讲要迄有问题，行业逐项嘛有问题啊。哦，所以即个政府啊，哦，咱因为你八大行业你当作是迄个，吼，迄个意思就是讲伊有即个公安的问题。即马咱嘛知影，即马拢烽火建材啊嘛，咱较早是拢美丽班嘛。吼，你即马为着讲什么？即个公安的问题，咱就消防设备安全检查，即种做严格啊。吼，所以咱应该任何的即个行业，吼，咱拢着互伊安尼公开化、透明化、正常化，安尼咱等到好管理。你即马当然，你若是禁了伤严的时阵，有当时你无合理的规定的时阵。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无？你为了走对草地所在去，为了山坎壁个旁远，我车开咧来，我足方便的啊！我30分50分我就到啊咧。大家吼，安尼对即个社会来讲吼，颠倒讲有一寡阿渣拉散吼，藏伫咱的各角落的内底啦。对。你像讲伊一间即个吼营业场所。开几啊千万，开几啊百万，吼！伊即个整个带动的即款的一个产业，吼，这大家拢受到制约呢，吼！你看像因咧税金缴遮济啊，对无？吼，所以咱颠倒啊，吼，正面甲看待，安尼颠倒无问题啦。吼，你也像讲咱较早政治就好啊，政治的时阵，你什物戒严啦、临时条款啦，吼，你讲歹听，咧阵的政治问题颠倒济啊。哦，大家讲较歹听咧，摕红包啦，面型下巴一大堆啦。你即摆的时阵，你敢摕红包？你毋敢啊！吼，你讲简单的讲，伊即款的一个舞厅，你讲要伫遐做黑白来的代志，人伫遐目睭金金咧公开场所呢，迄毋是讲今仔日大家讲伫房间内咧黑白来呢。所以伫遐安尼大家伫遐欢喜，伫遐快乐，伫遐交际，头家带客户，也是讲有当时员工。有当时安尼去遐娱乐一个，放松一个，这对社会来讲，这拢爱正面看待啦。你即马你安尼甲，生八大行业，八大行业，迄个主持人，你敢知倒几啊八大行业？剃头店，迄个什么酒店、咖啡啦，你即马社会非常的多元嘛，社会非常今仔我网络足方便的啊，三脚步一间店啊。你今仔日若有当时服务小可有问题的时候，我就甲你投诉啊，迄大家就监督啊嘛，这消费者的时阵，伊拢我今仔来开这个钱，有这个价单，人讲歹听咧，人都毋是钱咧，刷来较袂用一个所以这个咱头拄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你看像阿公店啊，你是毋是讲大家所怎变做有当时你若是讲咱安尼。有一个好的一个管理，好的管理，上好的管理就是你得互伊正常化、台面化、这个安尼颠倒的时阵袂有遮一寡甲你安尼产生遮这个弊端出来啊，今仔咱就免母遮惨啊，对无？对。好，刚李议员问到我八大特种行业，我特别去查了，念给大家听一下。来，舞厅业、舞场业啊，酒家业、酒吧业。
特种咖啡茶室业，还有视听歌唱业、理容业跟三温暖业。哦，这功课。其实，其实三温暖，对啊，三温暖，三温暖，业啊，人迄个吼，这三温暖是对身体健康足好的啊。哦，结果你也讲这八大行业，吼，当时咱就感觉讲哦，这八大行业我忙去嘛，这有是有问题，吼，变做咱就用迄种有色的眼光共看。这对人业者来讲，这也无公平啦。对，哦，这款的政策，这有哪会改掉啦？哦，所以你看，伊即马怎啊？这八大行业啊，伫啊，吼，可能爱个限制啊，是安怎啊？做生意的这款的一个苦衷委屈啦，对无？哦，所以咱们爱听因讲话，市几若百个人，爱干那一间尔呢？咱台南市几若间的呢？吼。3间啊，对无？吼，这拢是咱的兄弟姊妹，拢咱的亲戚朋友啊。伊嘛是安尼，人嘛是用伊的迄落去趁钱的啊，也毋是去抢啊，毋是去偷啊，对无？吼，你哪会使讲安尼？讲哦，这问题较大，这袂使迄落吼。对，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刚讲到这个啦，他们所谓的8大行业啦，那其实就是说，在合法的范围之下，你因为这么法律这么多，你应该是有适度的开放。议员觉得说，应该开放，然后但是呢，你就是做好这个管理，因为你如果合法的不做好管理，它往私的方面去，你更难去管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咱的促进会啊。真的为了这个求生存，所以9月3号早上也特别到台南市政府去做陈情哈。那我们来看新闻影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真侪娱乐相关的业者为5月中开始停止营业，真侪员工已经3个月无领薪水，需要靠借钱来过生活。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就号召侪间舞厅、酒馆等相关的业者，并串联台北以及桃园的友会，来到台南市政府头前，大声喊出因的诉求。要生存，我要生存，我们要副业，我们要副业。我要请伊问，咱是中央的，恁敢要行过？恁所谓的讲叫做8大行业，恁敢要去过？恁敢了解我这生活生态？你比如讲，伊7月27来开放有这些行业，大部分拢我惯用投票高吧，佮比阮这合法的这要搁较危险，因为这最近电视嘛，定看到，得在聊啥物货，这个是伊开放的嘛，因为我是正正当当，甲人阮的税金一个月爱20几万，爱20几万。即马现在生意真歹做，尤其这个去年呢，陈时中甲阮这合法，尤其我讲阮公司就好，本来有200几个小姐，比如今一个我这个去年呢5月17，阮6都阮万桥有第一间来这个解封，我的小姐剩100个，你要叫阮业者免活落去。该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伊今年76岁，经营舞厅30多档，公司有将近300个员工。伊会出来澄清，就是因为对这个员工以及社会有责任，所以才会有今日的澄清活动。我食到76岁，我舞厅开36档啊，阮舞厅阮唔捌咧做违法的，我做合法的生意，所以我这合法的生意呢，来互你唔知影讲到底阮这行业。阮这行业的这个生态啥物货，禁无要紧，你爱这个有一个 SOP 出来，我拢有遵守。比如阮去年阮大毛，甲阮公司好，热项羽，10连制，里面消毒，人去戴口罩，等你出户口，我当都做。最后，澄清书也交由台南市政府副秘书长王阳志代表接下，整个澄清活动也将和平顺利完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好，所以呢，咱就是讲9月3号已经去市政府改做澄清嘛，讲出恁的诉求啊，所以伫咱节目的最后，我想就是我们先请这个曾理事长啦，来，你就是甲恁想要讲的话，伫最后咱做结论的时阵，来甲讲好清楚，你有啥物款的诉求？我相信大家拢有看到讲，咱9月初3，这个阮这个诉求、澄清的这个会落遐大，这回呢，
尤其搁后桃园市，桃园市一个工会，一个李理事长，甲咱台北市也有一个工会，理事长，因已经有2县市，已经6都有3都已经有串联啦。头仔伊含阮做伙来咱市政府来向咱市长陈情，咱陈情书呢内底有若要咱互咱行政院，咱这个院长安尼，阮陈情书的内容写甲足认仔下，甲咱是讲希望讲，咱政府、咱中央看会到、听会到，我的声音是讲，阮无啥物诉求，我甲咱爱生存，爱生存权，咱爱有一个工作权，咱同岛一命，我们要生存安尼。你要阮服务业，比如讲你若开啥物条件出来，阮绝对应遵守咱政府的法令。尤其讲，阮这个舞厅来讲，因为阮这舞厅拢合法的遮，每一间包厢拢有这个监视器，佮内底敢若阮舞厅有168支的监视器，要安怎做？要安怎讲所谓人与人接触？无可能，人与人接触无可能伫阮这个场所，所以发生这人与人接触的场所呢，大家可想而知。连结。就人与人的这个连接，阮这无可能。甚至比如讲，拄则咱议员有讲过，讲跳舞，伊旧年嘛是酒店要去酒店有开嘛，甲舞厅袂使开，是安那，阮6都开第1间呢。因为我是临时一动，就是讲，好，你讲我舞厅人与人接触，没有办法保持那个安全距离，无要紧，我将我的舞池用椅直接甲封起来，请人报甲市长解说，讲阮一切拢法令拢有照像酒店的模式，甚至佫比酒店的模式要做得更加好。所以迄阵因为阮申请的是娱乐公司，但是阮的行业内底，这个有这个舞厅的牌照，足侪行业安尼。阮申请的是娱乐事业安尼所以呢，伊这个市长，甲伊市长甲因这咱政法局、卫生局拢有来，监务局拢有来勘察，公共安全也无问题，所有防疫的问题拢做好，所以看着讲阮都已经舞池封起来，无舞池所以较全6都会当开第1间，就是我俩。为看别位到月底较开，对不对？这种就是讲，咱中央若讲将这个权利，你看疫情的这个情形，你权利来下放我这地方政府，互地方政府上了解嘛。比如讲，头我讲的警察人员，伊上了解讲，什么行业是色情的，什么行业会当开放，袂当开放，警察人员上知。即摆毋是头我讲8大行业，即摆少一禁的是禁17行业。即摆毋是8大行业来呢。所以议员讲得非常好。这8大行业的由来，就是讲中央什么叫8大行业，你知无？我希望讲，紧互阮服务业，互阮会要承诺阮一口饭通食，互阮会当讲，希望咱中央听到阮的声音，老百姓非常的艰苦，阮这合法的，互阮一条生路。阮需要讲，你政府手势牙关，阮真正足艰苦。有人讲真正随讲，因毋知要安怎，咱相信讲咱这个，咱这个，咱伟大的咱这个行政院长，咱这个咱市长部长，会当听到阮的心声，将阮这合法的行业先优先来开放。你政府若好好管理，这制度做出来，相信讲以后，我们台湾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安尼。好，谢谢曾董，来议员。迄个我想危机就是转机啦，即届安尼，虽然讲咱这段时间搁再爆发这个疫情咱大家有安尼伫管制下面有会使讲有拢足辛苦的啦，大家安尼有这2-3个月有安尼管制袂当四界，毋敢去找朋友毋过咱看到这个政府有安尼会使讲防疫即马有
安尼个做啊，控制甲管制甲真好。吼，这咱嘛爱甲政府表示这个上大的肯定啦。吼，咱爱甲娱乐，爱甲拍扑克，这世界嘛讲，我奇怪，你台湾的时阵雄雄啊，安尼会当搁甲真短时间内底甲控制起来安尼吼，所以这实在是有那真无简单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吼，咱这个吼，像当然啦，你爱有配套啊。吼，你今仔讲管制啊，大家生活受到影响啊，每一个人拢是咱国家的主人，吼，咱应该纾困啊，应该补助，应该照顾，这有哪爱有这个配套啦，吼，这配套咱来甲做好势，吼，啊，互这个伤害，互这个冲击啊，吼，安尼会当降加这个上低，吼，啊，所以呢，咱有哪利用这届。吼，啊，就是讲，遮的一寡问题浮出来，吼。对。我是有那希望讲，吼，咱这个唔通搁再有八大行业这个名词啦。吼，这八大行业要提掉，80年你到暂时20几档啊，吼，要30档啊。吼，啊，30档前的法律你即马搁咧，因为我服务着足侪遮的一寡服务的案件啦。吼，啊，实在足可怜呢。你敢知影？当唱一个歌，啊，伫迄个，吼，安尼。违反都市分区一条拢6万呢，吼，啊，你着搁伫遐呢，着12万呢。我感觉讲，啊，念唱歌，吼，啊，甲讲是八大行业，吼，啊，你也看头久啊，吼，主持人真小姐你所念的即款遮的行业，这拢嘛有足高贵的、足高尚的，啥物着搁八大行业，吼，这利用即届的时阵啊，吼，但我赞同的讲安尼，吼，咱拄着问题，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来处理问题，吼，啊，安尼的时阵咱。头我简单来讲，咱台湾台南明仔载咱一定会更加好，拍长手骨颠倒用啦。好，谢谢。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这个 COVID-19 疫情呢，台湾能够再度成为这个示范的模范生，然后现在已经看起来已经有控制的蛮好的。好，但是呢，各行各业的生计，我们希望政府听到我们民代跟业者的声音。荷兰今日市民时下直播底下各一段了，非常感谢咱观众朋友收看，嘛感谢两位来宾到咱直播当中，谢谢你们。好，谢谢市民时下直播，咱再会。